今仔日读册会有2场，一场是较早的时间，拄好是长下班，是念歌读册会。后一个是8点半较开始，是参加正久8月2读册会。拄开始就是想讲，买着较无好的即个了大钱，毋过买一个无好的即个翕册的一个机器吼，毋过无介好用。佫比较无占尔，就比我讲用手机仔，佫加一个自拍棒的即个脚架吼，佫较无好势，毋过佫了大钱。毋过我就想的讲不要紧啊，我就是想讲要安怎解决吼，就莫一直去想，而且钱的代志是会当解决。拄好就读册会，今仔日就是迄个教主吼，这教主来爱主持，毋过伊就临时无闲。其实我今仔日阁爱甲翁斗拍即个工课吼，就是公司的工课代志。实在有够无闲，而且因为伫试看觅用即个家己的手机仔来翕册吼，效果安怎吼？想要互我一个讲莫一直伫想讲买一个无好用的翕册机器吼，安尼就讲不要紧。我即马找着一个搁较好的方法吼，当然就毋是讲钱愈开愈济，效果颠倒好。有时阵若用别种方式颠倒互较利便，效果嘛搁较好，就当作是学着新的物件。安尼会当讲莫一直去想较负面的、较悲观的即个信念吼，想要甲伊摕掉。读册会就因为即个教主临时袂当来参加，伊阁是主持，有人就问讲要安怎？我迄时阵就想讲不要紧，拄好我嘛烦恼讲，我若主持迄工是毋是翁会转来厝安怎阁安怎？趁今仔日就是较确认讲是有用吼，我就紧讲不要紧啊，我来试，我来交换吼，我来主持。毋过就是主持的时阵我就尽量讲吼，就尽量莫互即个读册会拢点去拢无声，无声想讲是即马是安怎吼？我就尽量讲敢大家阁有啥物问题吼？无就是加一寡讲我的想法吼，就是甲伊当做讲平常伫有一寡读册会，就是人较少，即个带领的人较袂遐严肃吼，就会加减黑白讲话安尼讲较轻松。我今仔日嘛是安尼。毋过就有一个，就是进前就有熟识吼，阁有私底下有加来吼，一个退休的即个查某人吼，伊就早就问过问讲我哪会答应讲较无好是安怎我是啥物背景的人伊就捌问过我就甲伊讲过。毋过伊即马伊阁常常阁问。问当然就是互我真受着伤着啦，因为就是想讲，家己就是较无信心，想讲家己有做拍拼练习，毋过有可能安怎练习，就是有即个障碍嘛是会互人讲你倒位的人哪会讲甲怪怪人拢是讲怪怪就是有可能有一寡
腔啊，有一寡变调啊，无遐到吼，就是有尽量去学，毋过可能即个撇步家己较毋知。啊，有诶人学语言吼，可能耳孔嘛诚利吼，伊就知影，变讲伊毋免学偌久。这可能嘛是较有才调吼，有才第一这方面有才调。啊，当然我着会着伤，我嘛有讲逐摆我伫外口买物件，拢替头家安尼问，就是讲有诶人想讲问这无啥因为可能较袂要伊济因可能要伊诶物件是别项。啊，毋过我可能就是想讲，就是讲袂好势啊，着一直拍拼练，啊嘛想讲，会使讲练甲莫逐摆拢爱去解说你哪会讲甲怪怪啊？因为怪怪意思就是，着较袂好势。啊，虽然我嘛是爱听一寡。顶一言诶人讲诶台语啊，较有台语气这腔口安怎嘛较顺，就是讲嘛想要摕一寡建本来学啊。毋过奇怪学起来有可能逐个人伊诶才调就是无共有诶人可能练诚紧啊，亲像罗马字啊，嘛有人毋免拼甲遐辛苦着一个着讲我会晓啊，这个撇步拢诚清楚。啊，有诶人嘛是学甲呾嘛是舞无落来加少拢会有即种状况。虽然是安尼毋过就是想讲，这就是一种价值观着伫台语世界价值观，就是讲你诶口说能力就是爱讲甲诚互人听会落去啊。因为可能伊诶环境是安尼，若当着讲当地学诶人无就是讲。无自来着伫讲诶人因着听甲耳孔着诚艰苦，嘛有可能。因为身躯边诶人着讲袂好势诶人，着直接讲华语嘛袂像我安尼，像我安尼讲无啥好势，佫直接讲，有可能即个比例较少。就是，毋过当然心情有受着影响因为想讲，着讲家己有伫练有尽量，就是会想讲，这就是一个功课伫遐，若一直就亲像讲，迄当阵几当前伫写小说着想要互人看，毋过愈想要互人看即关着无过关，就变做会伫无过关，功课还袂完成，题目袂晓即个题目佫会出现加出现几摆就会变做逐个人伫伊诶人生拄着诶问题，拢相像因为就是想要互家己过这关毋过就变做讲嘛无法度讲真正讲不要紧，做有信心诶，相信讲我别人可能10个月拢会使讲啊诚好，无就是加讲讲3年4年拢不要紧就是家己有可能嘛会想讲哪会遐含慢哪会安怎练习嘛有了时间，哪会安尼就是变做讲
怨叹，即著是一种怨叹，就是大家拢是用怨叹的态度来过生活，吼，就可比讲，还是怨叹讲国民党啊，外来政权啊，迄当时的国语政策，啊无着怨叹即摆的外头族，其实拢是用怨叹的心情去认白去思考代志，我嘛共款啊，我嘛最容易就是去怨叹讲安怎会我当地练讲，怎会讲都无互人空间，无就是就是变会怨叹别人吼，当然嘛想要放弃啊，想讲哎呀，家己哪会较可怜啊，都做这嘛无想啊，无想有一寡成本练起来其实嘛无安怎，就是伫咧社会顶悬嘛袂讲，因为你台语练起来啊，就有啥物好康的是无，而且逐个嘛想讲，你嘛讲甲普通有可能人犹原会用足悬的标准去甲你要求，所以讲真正互人足紧就放弃啊。就是被放弃的人，有可能伊就是再来伊的口说就诚厚变做讲伊的障碍较低。你若讲买一个外省人，伊佫无即个环境，毋是讲过去庄脚，无就是身躯边的人拢伫讲台语，其实拢会使知影讲，这本来就诚困难，困难的时阵，人有可能需要鼓励，毋过变做讲，逐个鼓励是一寡较主流的物件，因为这都毋是实行的代志，就变做讲，就亲像讲，若你看，嘛袂讲有人用台语来做即个YouTuber 你着愿意讲加看无就是愿意去帮赞学演啊嘛较无，有可能咱嘛是去追求较实行的愿意为较实行的，无就是即个价值侪人拢去追求的一种价值你颠倒愿意去付出，这就是嘛无法度，就变做讲心情会有影响啊。这当然就是感觉做无爽快的这种感觉，其实是这种感觉实在是爱去惯势，就知影讲，对我即马感觉诚无爽快所以会互我就是对家己会要伊家己上要紧就是对家己的讲即马家己伫做的代志，敢是有价值的，敢是值得安尼做，就是会想讲安尼做会讲嘛无鼓励，嘛无人，就是逐个嘛毋是欠你一个，你若讲今仔日就开始无去人就消失去，其实可能逐个嘛无差，想讲这人无用，就是这其实是亲像伫中国
要做一寡对政府反对的抗争，吼，因为伊的成本大，啊，逐个嘛会讲这嘛无较蛇，哦，人是一权的国家，啊，你安尼是付出你的一寡爱有一寡牺牲，啊，毋过牺牲了后嘛袂随身讲，啊，有可能你就是头前牺牲的一寡人。我感觉就是差不多的即种状况啦，即种心态就变做讲是暗搓搓的一条路，啊，你嘛想讲，人数无济，啊，而且伫人数少的时阵，你嘛毋是讲，逐个就甲你抱啊，其实嘛无啊，就亲像讲，伫中国伊若讲要徛出来去对政府不利，做一寡对政府不利的抗争。抗争有可能身躯边的人嘛是会讲，嘛是会想要坐即个路线，嘛会做严格去要求，讲你袂当安怎吼？这是共款的代志，就是讲，有的人会较会顺即个势去做哦，知影讲机会。有即个机会，凊彩做即个成功率拢会真紧就会成功毋过有的人，就是伊当地做的代志，就是爱看互开，无就会想讲，对啊，就是放弃决心嘛，无啥，就是今仔日若放弃决心嘛，无啥物改变，因为即个生活就差不多安尼啊。毋是讲因为有因为参加即寡代志去学即寡物件就变做讲，互你感觉讲，有得着啥物即摆也变做讲，想要得着啥物即种想法有可能较会失望，因为逐个拢是伫拍拼，嘛无啥物资源互人会当得着啥物。就算讲有鼓励有人甲你鼓励，有可能家己嘛是想讲，就是嘛是爱等待爱听候讲，听候讲是毋是爱相当了后，有可能较讲家己讲袂好势人较会减少，毋过相当了后，就会好康的，就是较无人甲家己嫌，想讲人敢爱做甲遐痛苦，为安怎跋，啥物拢莫想，就是轻轻松松过家己的生活对啊，是互人想，互人想要放弃。毋过即个时阵，因为当地伤心，就莫去做一寡决定啦因为这第别人来看是无算啥，有可能伊嘛有个人嘛有伊的困扰有的人嘛甲人冤家我这是做个人的代志，就是讲家己的心的问题，就是即种类似感情的代志，是家己对家己对家己感情的着想，这是较个人，较袂讲有共同，有一寡代志可能若会讲出来，逐个拢
拢共款吼，拢会感觉哦，这代志足大条。毋过有一寡个人的感受啊、情绪啊，这就变做讲爱别人体会，其实嘛毋免，而且嘛可能爱有共款的感觉，可能嘛较学，就变做讲，这就家己去豆互时间啊，豆去补其他的代志，莫直想。当然就是即个空喙阁犹原伫，变做讲，若有人去卡着啊，因为即个也袂过屁啊变做阁做脆弱我着承认家己的脆弱，家己就是会定定问讲，我安尼有够好啊？有够积极就是讲我做代志的方式，犹原是想讲要搁较好，要表现想要表现诚好，莫互人莫安尼甲人白比拼了，就是所以这共款会伤心顶摆嘛是伤心，即道嘛是因为家己有要追求的当然就是即个口说变做讲开喙甲逐个讲话拢袂互人嫌。虽然我是伫怨叹讲为安怎有的人就是会嫌，当然我加少嘛会嫌别人，因为我即马当伫学，若讲有的人讲较无标准我内心嘛是想讲我想要加听一寡讲较斗搭讲较有台语气即个较见本一开喙就见本我当然我嘛会想要加听。变做讲可能较毋敢甲人嫌啦，心内可能私底下莫互迄个人知影就变做讲，其实会当了解一寡，其实会当了解一寡现实的代志就是讲会晓讲的人就变做讲，嘛是无法度讲互其他想要讲毋过阁袂晓讲的人有即个日头有即个欢喜心，欠缺的我看就是欢喜心，就是逐个拢做悲伤的恐惊即个本土语言失去恐惊逐个无要紧毋知影要安怎甲人争安怎说服安怎去甲人口劝，变做讲即个欢喜心实在是毋知影爱为代生出来。是讲我写小说，我写册犹原共款，就是若讲我若写出来的时阵是有即个欢喜心，我哪会遐贤，这本来就想讲拢无啥物概念安尼就像即个粒即个土刷土安尼豆粒本来即个土拢无迄个形，豆粒迄个形就起来即个时阵若写小说是有正欢喜，毋过欢喜阁我的问题就是别人啦，就是讲我做别项代志拢是要伊别人的即个眼光
别人安怎想，别人安怎讲，无法度讲家己制作即个欢喜心家己感觉诚欢喜，拢受着外口诶人看因安怎讲安怎甲我拍分数，就是我甲我诶分数交互别人去做评审，阁想讲这毋是逐个拢共款，这就变做讲是一个体系问题，就是无法度家己诶内在爱安怎坚强，安怎看互透，家己看无透，去做一层较较困难，较困难诶代，就变做愈做愈痛苦。即种痛苦是心理上诶，就讲若爱做一寡代志，就是爱认好清楚，讲这是为着家己，毋是为着互啥物人听甲诚介意诶，为着别人来服务。毋过我即摆犹原就是甲家己交互别人伫看我诶价值，即摆犹原是安尼。都敢若会使去找一寡即个啥物台语拢听过诶人有见识诶人因较袂大惊小怪去做学生。若做学生本来就是会当讲袂好势而且若做学生当创诶，可能讲甲比我搁较老，就爱变做若伫即个教室内底，就感觉安尼有比较家己有占领。毋过若伫外口诶世界就变做讲。其实讲本土语言而且本来就毋是讲诚顺，诚好势，实在是有一寡社会眼光，是讲，可能家己就是本来就弱点就伫遮无有其他诶代志嘛是有别人诶眼光，毋过家己感觉足骄傲诶，感觉讲别人是无知识，别人是用即种足浅诶目睭来看待我诶代志。有诶代志有可能有够成熟，家己知影家己做这代志，会欢喜是伫倒位。毋过有一寡代志想讲写小说去学台语台文这欢喜心就足欠缺诶，拢是一寡压力痛苦负面诶，就是安尼